来看家己新闻，甲疫苗霸当历史的冲水路迎客王的传统哦，伫旧历3月时，信徒会光桥入水，邀请顺山顺海的客王爷来庆祝伊王爷的生日，是真热闹咯，亲像砖头在过年。台语台青春咱热望伫下暗的7点半，特别带大家来了解这个地方传统的文化。阮王爷带领几10顶神轿甲阵头，烧在冲落水路迎客王。这是家己新运嘉应庙一年一届冲水路迎客王庆典。传说伫每一年咱人3月27，有7尊顺山甲13尊顺海的客王，会聚集伫新运外海西南方，一只一般人看无的王船顶悬。伫海水大流的时阵，神尊就会做伙落迎接。这一天，袂输就是新运人的小过年。对阮新运人来讲，每一年的3月27，冲水路迎客王，伫咧心目中就是比过年搁较重要的一个仪式。家己新运啊，主要的产业是养殖业，以沙白鱼占上济。居民相信在地阮王爷会照顾规个庄仔头安居乐业。每一年到庆典的这一天，为各地来阵头是闹热闹，其中嘛有袂少是少年的新桥班。阮会所拢差不多伫咧28左右。这个组织的先行，互阮遮的少年仔有一个信仰的向心力伫遮。今年是12年一届，龙年做醮，庙方遵照王爷的指示，希望由少年人来规划这届活动。出外嘛拢主动倒来，大家做伙发挥创意，举办园游会、电子音乐 party、有亲子活动。规个庄仔头是拢真热情做伙来参与。阮就会晓这文化，因大汉了会当承接这个咱嘉应庙这真好的这传统安尼。做设计用文创，甲故乡的骄傲吹转来；做总铺的用好料理来款待为各地来乡客。少年人发挥家己的能力，为故乡来付出，后来参加闹热的民众，拢会当感受到满满新温的人情味。记者家己报道。